各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1月14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美国政府关门43天，这是有史以来上长的一届哦。伫咧总统川普签临时预算案了后，是宣告结束。也毋过目前美国政府提到的资金，敢若会当用到明年1月30日尔。And it's an honor now to sign this incredible bill and get our country working again. Thank you. 川普伫临时预算法案大笔一个月结束43天，美国历史上上高的关门。白宫预算管理局嘛伫第一时间发布备忘录，指示联邦雇员13开始快速返来到工作岗位。伫这进前，美国众议嘛伫参议了后，以222票对209票表决通过法案，冻结的美国政府总算偷开时间。43天政府停止运作，联邦雇员无钱通领，空中交通大乱，加收入和人口流失完全中断，这拢会慢正常，不过华府、民主、共和两党是一直拢伫怪对方造成的。Absolutely no question in anybody's mind now that the Democrat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is. House Democrats will continue to fight to address the health care crisis that Republicans have created. This fight is not over.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民主党就抓要见到的，就是40多天前，地区政府关门，甲打嘛还未解决的导火线——奥巴马健保，也就是边界医疗法案延长补贴。虽然共和党加走票的民主党员承诺12月会进行表决，不过川普12月讲话好像阁暗示这其中还有变数。And I'm calling today for insurance companies not to be paid, but for the money, this massive amount of money, to be paid directly to the people of our country so that they can buy their own health care, which will be far better and far less expensive than the disaster known as Obamacare. 创下历史纪录的美国政府关门危机解除，不过无代表问题得到药方，因为政府运作所需要资金，敢若延长到2026年1月30，代表到时阵两党可能又搁会伫政府是毋是关门对下。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的估计，拢总6礼拜的关门造成差不多110亿美金永久性经济损失，所以已经突破38兆美金大关的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又搁增加。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虽然美国政府重新恢复运作，也毋过像讲40座主要机场航班减少维持在6%，博物馆遮的文化设施是豆豆啊开放。也若联邦政府员工的薪水补发上紧一天，有的是爱耽搁1礼拜。若是要全面恢复正常运作，也阁需要时间。维吉尼亚州阿灵顿这座机场13个航班表，取消的航班并无变较多。航空公司对感恩节进程快速恢复运输正乐观。政府关门的这段期间，因为欠人一个航空安全的疑虑，下令减少航班。即马政府阁重新启动，运输部长达菲宣布，减少6%航班的措施未改变。It's a 45-minute delay,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what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through. 到13日起，全美国差不多1000航班被取消。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加交通部并无对解除减少航班令有任何新的指示。减少航班令自顶礼拜5初7开始，本来1礼拜后，也就是这礼拜4会提悬到8%，拜5到10%。每一间航空公司拢讲已经传好啊，40座主要机场的航班减少令若解除了后3天到4天，就当恢复营运。美国航空协会讲，希望2月开始的感恩节假期会让迎接3100万游客。So far, so good. 伫纽约市区大楼顶的新闻早尾顶，福斯新闻报道，川普总统签重启政府的命令，结束美国史上上长的政府关门。不过，毋是随恢复正常，联邦员工有的这2天就当领到薪水，有的也怪等1礼拜。Haven't gotten paid, or the ones who haven't been working, that they at least get to come back to work. 虽然联邦员工自13开始登记工作，不过华盛顿地区内面一寡历史真久的机构也是关掉的，像普通市唔免买票就当入去的史密森尼学会博物馆，也有一年会当迎接差不多200万游客。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也拢关掉的。这款机构若要搁重新运作，爱时间，管理单位也要重新准备。因若营养补偿援助计划 SNAP 是依照各州的市场恢复。农业部讲，大部分的州若是政府重新开门了，24点钟久内就当恢复 SNAP 发放。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再来找乡亲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含东北部有关是乌阴乌阴，也若其他所在大部分是好天哦。咱来看云图。
今仔日基隆北海岸、宜兰含大台北山区也是有可能会落大雨。个礼拜东北季风减弱，除了东北部含东部会落一寡雨，其他所在会是好天。也毋过，这早起含暗时会较凉冷，也那中南部气温大约是有到30度。所以后礼拜一北部含东北部雨水是会较高，而且天气会反冷，有可能出16度尔，所以民众都爱穿好少。昨马太岸溪发现，讲阁出现另外一个崩山潭，维持红色警戒。新的崩山潭若是底甲低是100万吨的水量，说提早伫咧昨下晡1点半流出来。加在林保署有提早要求溪部施工的动机具撤离。另外，行政院会嘛通过马太岸溪崩山潭在后中建预算270亿，送到立法院审议。啊，真的变很大呢！土沙水沿着马太岸溪流落去，明显会当看出水流量渐渐变大。最为特别因过马太岸变道关道，因为林保署监测马太岸崩山湖，13透早佫发现新增加一个崩山湖，继续红色警戒。伫下昼1点半发现新崩山湖开始溢流。1点44分的时候，水来了，上面那边如果水再大的话，还是会再淹过来啊，还会再淹进来民立这边哦。确定在大概1点40的时候，第一波大水就到了。那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天气不是很好，没办法上去空拍那我们应该怀疑它应该是那个提早溢流。新崩山湖有高标悬1000公尺，边桥上大7.6公顷，原水位蓄水量100万吨。原本预计下到4点溢流，林保署早起已经要求河床施工动机区撤离。县府也宣布讲，河乡1点停班停课，想要到溢流提前2点外钟，河道水位开始升悬，土沙水变落来。村民禁止进入灾区。万影乡明里村的部落青年自发性协助管制，警员骑机车拿公布，唔通随意走去受灾区域。原先要疏通主要连外道路花45线的工作，先暂时停止。可以看到，这个货柜就直接卡在民宅上面。这个明利村的低洼区域呢，淤泥还是淤积的很高。看病啊，像那个有慢性疾病的不方便的，像我没有车子啊，我这一个电摩，我怎么爬上去？当然是人身安全优先。我们现在在抢通的是那个花45主要一样都一样。都一样，都停止。行政院会13也通过马太岸溪在后重建特别预算，佮营运洪台灾情、新增水利设施等20亿，总计270亿。主计总处表示，特别条例上限300亿已经预留30亿，做随时检讨执行，会尽速送立法院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因为几若日是拢在落雨，基隆11伫咧调河街附近，台湾外国梅流落来。民众讲，可能是一块私人土地内底的湖水填出来。基隆市工务局昨就去会勘，市政府是解释讲，这是一个内流湖，有甲国土署争取预算，要来做沟仔加强排水。工程人员出动机具，规路甲山坪边啊，超过1人悬的杂草树啊铺的，总算开一条路出来。看到后壁正落的湖水，13下晡，基隆市工务局规大灯去调好街边的山坪，是因为前2天的这个情形。黄水冲来车路，占4线道，工作人员赶紧蹲沙包。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基隆这几天拢落雨。中正区调河街出现透明沟仔水1楼，最早原因就伫这。今天勘察之后，其实它的整个的周边的林相跟地质状况都非常的稳定哦。那所以基本上技师这边也建议说，这个内陆湖的它的下游的排水的状况要顾好。经过了解，这个内流湖是私人土地，经过当地调阅资料，发现是为2024年3度2风台控水风台进程就有啊。具体原因还佫调查，不过因为水尾都是社区甲病院，所以民众真关心。我很担心。怎么说？就因为陆续一直在下雨，然后下的又太过于频繁了。我现在都没有任何的消息，也不知道说是怎么一回事啊。就希望赶快跟你们讲怎么办，对不对？对啊。民众希望带了安心，因为伫前几天捌引起外界关心的花莲马大岸溪崩山湖危机重演，市政府紧急回回讲，这是内流湖面积差真济。它的面积大概是700平方公尺，跟花莲的137万平方公尺的一个面积相差了大概2000倍，所以我想它的对城市的影响应该相对比较有限。
目前现场环保局已经有做临时排水设施，加水量引起调河大排。市政府各向国土署争取新台票2775万的经费，规划新设3大水沟，加强排水降低危险。记者采访报道。连关宜兰苏澳因为落大雨涨大水，灾情是真严重，真家厝、店家和学校拢受到损伤，因甲拢是土沙。宜兰教育处表示，会予学校补助来重新卖课本，也那行政院政委桂仁成嘛有去宜兰关心灾民。当地店长是讲，希望中央会当设拨款考责。册拄倒啊，伊也刷去互我，各种物件甲走廊拢占条条，教室内面嘛是乱糟糟。整个塑胶地板就全部都毁坏，包含我们隔壁也是。器材拢散伫涂骹，地板浸水浸甲歹去。宜兰当初的武安国小拄着做大水，中时淹甲要100公分，再后开一天的时间，清出一大堆粪扫踏满学校的门口。国小勉强会当复课，但是附设的幼稚园目前未复变了。今天要上课的教室先行整理出来，然后能够让孩子今天很正常的一个上课。同款受灾严重嘛，伫苏澳镇的苏澳国小，虽然学校搁爱当复原，但是13开互正常上课。真侪学生有来学校，但是因的册包拢是涂刷，嘛有人是空手来，因为册牌啊、课本也是破啊纸，拢伫灾害内面无去啊。缺漏的这一些书籍，我们都会来补助学校，来协助这些学童来做购置。还没擦，还没时间清，还没清理到这里。用手回过去拢是涂刷，这场大雨互苏澳是浸伫水内，毋但是学校真惨，徛家店面拢同款，商品东倒西歪，塌伫涂骹，造成你的器具拢歹去，业者无奈损失真惨，了百万甚至千万的拢有，中公甲要耗出来。所有财产拢当作粪扫甲处理掉安尼，你看有惨。若要损失算紧起来，应该开课要超150万。泡过水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再给客人，超近千呢。就算更加伤心，灾民嘛无得停，持续整理家园。要伫花莲光复灾情，去当地指挥的行政院政委桂仁成13嘛出现伫苏澳，来关心这灾后的复原进度。院长非常关心。那希望我能够来再看一下。按照这个花莲经验来看的话，你们的整合性比花莲要好。苏澳的复原状况，县府是摒10时会当甲当地初步来完成。店长嘛说明讲，目前无欠救灾的人力，是较希望争取募款专户。是不是可以为我们这些受灾户来成立一个这个募款的这个？账户啊！过15年，苏澳阁拄着做大水，互灾民是真痛苦。希望未来莫阁重演淹水的噩梦。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这回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联合报。台美关税谈判传出美国要求台湾投资金额要像南韩甲美合日本，在3500亿至5500亿美金之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台湾模式和美籍也有美韩之间的模式无同，袂当安尼比。过来咱来看《中国时报》，交通部观光署规划明年要推出国内旅游补助，若是大饭店上济有补助甲2000块，另外有团体旅游补助等等，打算要来投入超过20亿，但是预算是按各项国会来争取。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会有通过修正早期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除了严格处罚早期犯罪刑责加重，早期的金额若是有到100万，可能会判10年以下有徒刑。破发现金1万块，有民众想要领现金刷去，互诈骗集团来管去哦。高雄县内已经有查到2件诈骗集团利用破发现金来骗钱案件。嫌犯利用交朋友软体，也有假影做是检警，甲人拐金用卡，有受害者的损失是有上百万。请输入密码。甲金融卡插入去 ATM 准备领钱，对17开始，民众会当直接提卡去 ATM 领中央普发的现金1万；24开始，嘛会当去邮局柜台领现金。这摆中央普发现金的方式分做5种，其中有1046万人选择登记入销，不过也有民众选择家己提卡去领。你是选择怎么领啊？就 ATM 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临柜领比较安全。为什么会比较安全？怕被诈骗是不是？对，那个网络不敢乱点。
有人选择登记入校，方便就好；有人是惊防骗，提卡家己领较安心。高雄刑警大队这阵仔就查到诈骗集团，利用政府当日破发现金、上空上芳来拐钱。一件是透过网络交朋友得到信任了后，就爱人摕金融卡，讲要摕钱领一班，最后钱无领到，口座嘛互偷用。另外一件是用假检警的名义来拐人，民众损失超过100万。这2起案件均是以普发现金为借口。再以假交友、假检警的方式诈骗被害人，那警方均立即动用大批的警力，在报案之后2天内，分别在桃园市、台北市缉获犯嫌到案，亦持续溯源共犯中。警方提醒，政府绝对袂用电话、电子批，也是手机假信息去甲民众讨银行口座，嘛袂敲电话叫人去 ATM 做任何操作。民众若是碰到可疑的人甲电话，拢会使先卡165去查证，唔通戆戆啊互怪去。记者郭家如柯兆勇高雄场报道。破发现金1万块，在1月初10进前往新网络登记的，已经有人领到啊。还未登记的民众会当伫咧后礼拜一用 ATM 领，也是讲伫咧11月24开始去到邮局领现金，也毋过在办理登记的时阵，就要会记咧查证件。政府破发了1万块现金，伫11月初10进前完成网络登记的，今麦已经有人领到啊。然后对11月17开始，银行和邮局的 ATM 嘛通领。今日11月24开始嘛开放邮局柜台领现金，为着要缩短民众的等待时间，开放邮局领现金的头1礼拜，会做身份证尾数分流，拜1、拜3和拜5是卡数通领，拜2、拜4和拜6是双数通领。也毋过65岁以上的时代和身心障碍者，唔免分流，会当直接到优先服务柜台领。那分流是怎么样做呢？就是身份证字号或者居留证的字号的最后一码。135是单号，星期135是单号，246是双号。大概在首周的时候，我们会实行这样的一个分流。中华邮政嘛提醒讲，若是要用 ATM 领现金的民众，就要会记得查健保卡、身份证和金融卡。另外，若是要伫邮局柜台领现金的民众，嘛是就要查健保卡、身份证。要若是要甲出来人领，嘛是会当，不过证件嘛就要查好照。如果是他人代理，就是来领的人必须带，除了要领的这个健保卡以外，临柜的人要带身份证明文件，临柜的人来领的那个人，他的身份证尾码。中华邮政表示，为着要配合破发现金1万块的政策，要特别做限量的红包录啊，提供予柜台领现金的民众做纪念，嘛呼吁民众破发现金的相关资讯，就以在政府官方网站公告为主。若拄到奇怪的信息和电话，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中华文雅体育场伫咧标出分普年技能事件了后，中华县府长公布第3届的采验结果，也是有人验出分普年大小物是继续来关注案场，所有呢嘛拢成封存，检方也去到现场抄，嘛甲这负责人带去调查。毋过是有数证也无排除讲有搁较侪案例。中华县政府10日去到文雅体育场，搁一摆封存采样相关检体和样品，拢总25件，13结果出来，嘛是有一件样品验出芬普尼代谢产物0.045 ppm 的残留，这嘛是这对10月27以来第3摆验出有残留反应。持续管制，每日派员进行这个鸡蛋的清点，并封存在畜牧场里面。中华县政府持续管制监控，清查封存这个抢的样品，但是芬普尼到底是对倒位来的？中华县动防所初步排除4颗内的环境和饲料受到污染，但有无检体直接验出芬普尼？研判场主是直接把这头汤药喷伫鸡仔身躯顶，但是场主否认。中华检调13嘛，把场主带回去调查。于今日进场搜索，全面采集检体送验，检察官并查扣相关证物及药品送鉴定。负责人等由执行机关带回接受调查。过来爆发饲草卖卵是残留芬普尼，食药署伫代志一开始是认为是个案，并无扩大抽检，嘛引发立法院拿力的批评。有立委讲，过去7年随机抽检4232件，敢若一件出现残留，都定调讲是个案，实在是伤过凊彩，应该扩大调查。食药署解释讲，个案讲的是目前尔，无排除反向有更较侪案例。假如芬普尼持续存在，我们要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我们验了从107到现在4282次没有验到1次，表示它的风险，它出现的次数并不是常态的。
敢是要扩大调查小数无明讲，中华在地两农时指出讲，连续3摆拢连2品内面验出有芬普尼的残留，但是环境却无验出来，推测饲料内面可能放加入头糖药，嘛可能唔那一件安尼做。要给鸡吃，它应该有一台混合机。如果要采有没有，其实这个机器上面就可以找得到。说真的，没有被验出来，大家都说没有。这事实上有没有，大家都心知肚明。家长讲，若是直接伫鸡仔身躯顶喷药啊，环境嘛有可能验出残留，因认为是家己饲料的可能性较大。这嘛显示这个场的饲养环境条件无啥好，不过实际状况嘛是搁要等检调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来防止非洲猪只入内，行政院会有宣布，自11月初6开始，若是国外寄的包裹内面有猪肉，无论是无细字还是挑故意，拢爱食罚。头一摆是罚20万，第2摆就100万咯。即嘛是已经无初罚免罚的制度。检疫器来回一直去找出是毋是有违规可寄的包裹，台中出现头一个非洲猪只，行政院解除猪肉禁令了后，边境防疫嘛搁较严。行政院会13确定，11月7日开始，假装有猪肉邮包的违规输入人员，无论故意过失，一律挨罚。头一届罚20万，第2届罚100万，取消头一届毋是故意免罚的规定。违规输入的这个部分，无论是故意或者是过失，一律就是裁罚。第一次20万，第2次就直接100万。那另外，关务署也针对高风险旅客货物人工的这个开箱查验比率，提高至少20% 以上。过往很多这种输入的时候，然后就当作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变成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规范去逃避这个罚则，所以我们这次修改。你有任何的理由，我想经过裁罚了以后，可以针对行政的一些诉愿的部分呢，你可以提起相关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救济作为。国内用喷饲猪禁令也未解除。根据环境部的统计，期间全国平均每天生产1779吨的喷，外界是烦恼喷用烧的强劲的排放第二性。对这件代志，环境部是讲，焚化炉本来设计都有处理喷的功能，不过爱老嚼，而且会加严第二性监测一届，用烧的是第几做法。在检测方面，我们除了定期检测之外，在这次应变期间，我们特别要求各焚化厂要加测1次的戴欧辛。在中长期处理的去化将会朝向生质能源化、多元化或其他方式来处理。另外，针对防疫期间喷的再利用演地场管理，地方环保机关目前正在进行第4波稽查，前3届完成率达到100%，拢总查到4件违规的业者，有依法处分。记者采访报道。再来关心政治，中国放调讲要伫咧全世界追捕民进党立委陈碧荣，将因的福建泉州公安局也大讲时，讲要收集网称北京和闽南人的犯罪线索，甚至也有检举奖金换做代票是有到100万。咱的立委会表示，中国又搁来做戏，挑工要制造台湾内部的对立矛盾，呼吁台湾人爱搁较团结的。我要反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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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攻大陆去，解救全中国的老百姓，实现三民主义。透过歌曲发讲要推翻共产党，歌手闽南龙加网情北京，今年3月先予中国各大办举报时带头的拍手。13国去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发布赏金通告，公开本名、身份证字号者的个资，要对外订入2个人违法犯罪线索，各看情形提供5万至25万人民票。他悬赏是做样子，然后也制造台湾社会内部的一些对立跟矛盾。立委会提醒，若是连台湾各地都无团结，安尼中共企图就会成功。行政院表示，这种跨国顶也未野蛮行为，是所有民主国家拢袂当容忍的。目前等咧甲国际社会合作，共同防范。闽南龙是透过社群回应，风愈大，家己爱行愈在，啥嘛无法度强迫。北京是笑讲，原来我嘛变新皮勇。They also warned me just a few days ago and say that I could face a global arrest if I travel abroad. And yet I'm here, I'm sitting here in Germany and speak for my study, to speak for my country, to speak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进前才予中国放掉全球暴力的民进党立委辛佩荣，12日伫德国国会出现，伫听证会以专家证人也加立委的双重身份，分享独裁国家安怎利用假消息破坏民主体制。外交部长嘉良表示，中国想要予每一个人心中有红色恐怖，不过爱知影有一寡国家无风险，因为中国嘛无法度管遐看。
中共那一套东西是要有一些前提，而且它执行下去会产生非常对它致命的伤害。第一个，它要透过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去发布所谓通缉，那你用什么名义去通缉？好，第二个，你要所谓去引渡，你要引渡条约，好，要有司法互助，好，这些相关的条约，而且你还有它国内法，当地国也认为说它是个犯罪行为才有用的，对了。对国台办讲，今日接受台湾以中国台办的名义参加明年伫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活动。外交部佫再声明，南方1991年入会名称是中华台北，陆委会佫示警，2014年嘛同款伫中国北京举行。当时担任总统的马英九准讲提醒有9日共识，不过中国立场根本无放零。明年中国敢来要求佫较济，南方必须佫较积极面对。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乌克兰是长得战争，也毋过因为政府高层说逼出讲有贪污的问题，这是总统泽伦斯基身躯边的人。探测到美金1亿个联关部门贪污案，包括联关部长和司法部长，拢已经请示落台。这件代志，幕后乌克兰要申请加入欧盟的代志，更较简单。乌克兰司法部长加卢申科加联邦部长格林丘克已经请示，各向国会递交免职申请。这是乌克兰国家涉贪局查查指控联邦部门大规模贪腐了后的最新发展。涉贪局当时指控总统泽伦斯基的亲信，影片这片人民迪奇牵涉到一件金额1亿美金、差不多31代票的联邦部门贪腐计划，其中国家协联营运商国家协联公司嘛牵涉在内。Антикорупціонерів я підтримую. Ми підтримуємо. І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чітка та однакова для всіх позиція. Жодних схем. 根据指控内容，明迪奇透过加卢申科协助控制乌克兰天然气甲能源部门的资金流动。加卢申科甲其他部长官员收受负责建造用来防御罗西亚攻击能源设施工程的承包商的乌色钱。明迪奇甲泽伦斯基关系真好，捌合股创立媒体制作公司。Ніби показує, що він проти всього поганого. Ційні скандали у нас вже продовжуються немалий час. І важливо не просто, мабуть, щось схоже на обурення. Бо йде війна, а у нас виходить, що у нас внутрішні вороги. 今年7月，乌克兰全国爆发抗议，反对下入乌克兰国家反贪局加涉贪专职检察署独立性的法案，烦恼乌克兰可能会因为安尼失去欧盟候选国的资格。支付的欧洲友盘加7大工业国 G7 大赛，马龙表达正关心。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泰国甲 KK 诈骗园区的主谋，中国的嫌犯佘地刚正式交予执法人员押回去中国，可能会判死刑。这个佘地刚牵涉非法跋筊、诈骗和人口买卖等等。这届泰国甲人引渡回去中国，嘛引起政治性的讨论。泰国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有真侪武装警察伫戒备。中国籍当时由柬埔寨考察的佘地刚被押往警局办理引渡的程序。伊互人认为是阿泰新城案，也有缅甸 KK 园区诈骗基地核心主谋之一。之前伫咧东南亚建立超过239个非法的保育平台，诈骗几60亿美金，也涉及人口诱骗加拘禁。Xie Zhijiang is a suspect for his alleged involvement in Asia Pacific New City fraud case.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between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judicial departm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Xie Zhijiang is about to extradite to China to face legal trial. 佘地刚1980年伫湖南孝东一个农村出世，成长伫咧桂林。中国警方2012年甲伊通缉，伊就改名做佘伦凯，继续伫东南亚活动。2017年，伊摕到柬埔寨国籍，改名改做佘伦凯，伫泰国边境建造最高国阿泰新城经济特区，也就是 KK 园区的前身。国际刑警2021年5月，甲伊发红色通缉令。泰国警方依照中国方面的请求，甲人抓起来。泰国法院审理了，裁定引渡。这几年 KK 园区，互人讲是台湾、马来西亚越南受害者上罪犯罪据点之一。ที่เราทางการจีนเนี่ยเขาได้ขอตัวบุคคลผู้ต้องหารายนี้นะครับซึ่งถือว่า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สูงสุด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นะครับซึ่งเขาก็ขอ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เรามานะครับทางการไทยก็ได้ให้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ะครับสำนักงานตำรวจแห่งชาติ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จับกุมควบคุม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นถึงวันนี้เนี่ย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ส่งผู้ต้องหา
ไปดำเนินคดีที่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ได้ชาติ讲2022年伫咧泰国被抓了后，几路遍提上诉，想要阻止印度，因为伊知影若登去中国一定判死刑。不过泰国法院伫即礼拜上尾来驳回，因为印度的时间拄好是泰王华吉拉隆功按算要访问北京的前一天，所以互人质疑安尼始做是要互中国欢喜。中泰官方虽然否认政治操作，不过泰国这几年积极清查境内诈骗园区，希望改善治安的形象，也重建甲中国的执法合作。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美国杂志发现最后一个流通版的1分钱金价格以后都别个创造啊！除了讲即马电子支付已经真普遍，嘛因为1分钱的金价格制造成本价悬，做落去卖好嘛无符合经济效益。开关一落去，开始制造1仙钱当先啊！美国费城做白厂12制造美国最后一批流通用的1仙钱。美国财政部讲，生产一个1仙钱的当先啊成本要加4美分，而且即马现金的需求无大，停止生产，一年会当省5600万美金。政府政府今年初下令停产，所以零售商、加油站最近拢开始加现金交易，改做5仙进位的方式。It's emotional. 232 years of history. The penny's been struck for that many years at the mint. And it made up around 44% of our production for the last 15 years. So it's an emotional day. I think everybody's going to feel that. 1仙钱要停产，美国的零售业开始做准备，便利商店打广告，提醒民众现金交易将会4台5粒到上瓦近5仙。要业者鼓励消费者早当先来交易，甚至用饮料或者是优惠来换去我，大家拢放伫咧拖内面的1仙钱。美国财政部讲，1仙钱也是有法上地位，全美国约有3000亿的1仙钱伫咧流通，未随消息。上尾一批1仙钱当先会公开拍卖。Given the rapid moder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wallet, 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and President Trump no longer believe the continued production of the penny is fiscally responsible or necessary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伫即马加拿大、纽西兰、澳洲加爱尔兰等国家，拢已经甲上个名业的当先啊原价啊淘汰掉，全部拢用电子支付或者是5仙进位。美国这边第一做，互大家认为是货币史的时代转变。虽然1仙钱的功能慢慢消失，也无希望代表真侪美国人的记忆甲文化。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辑。今仔日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国防部官员今仔日指出，美国揣测舰队一只牵涉被毒品的船发动第20届的攻击，船顶4个人死亡。有媒体报讲，像这款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79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但是美国政府拢无公开解说行动的法律根据。日本的流感疫情是长地炭烧，东京比往年提早发布流行警报，这嘛是16年来头一届伫11月的时阵来发布疫情警报的。根据 NHK 报道，11月初到1礼拜，医疗机构所通报的病例平均是比前一个礼拜加1.2倍。西班牙禽流感的危机恶化。今年以来已经是灭掉250万只的卵鸡，这么电视鸡卵的价数起3成。当局嘛开始将来加强防疫，规定1200个乡镇的畜牧场实行非开放式的养殖，避免疫情搁大开。高雄市有一对4岁甲9岁的兄弟仔，9月时去互老母的动机真苦毒。其中4岁查甫囡仔因为脑灼伤变植物人，到当时也搁咧病院。经过2个月的调查。高雄的地检署13正式起诉，按照7月新修正的刑法286条，对苦毒囡仔的这个姓田的查甫人，求处动刑12年，这嘛是全国头一个使用新法的案件。检警甲社会局人员做会听医生解说囡仔病情。高雄一个4岁查甫囡仔毋但脑重伤，身躯顶也有真侪大伤痕。高雄地检署调查发现，互苦毒的是一对兄弟仔。囡仔老母的当事人姓田查甫人定拄拍囡仔，两兄弟仔食饼刷甲规头骹，互处罚。小弟仔不服管教，嫌犯竟然甲伊拖去弄壁。囡仔花艰苦3天，阁无随送病院。即阵囡仔已经正做植物人。13检控侦查结束，对嫌犯求处动刑12年。依高医儿保医疗中心医师就被害人伤势之报告，可认被告长期凌虐2幼童。本属检察官建请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因为小朋友他们又不会自己讲话，但是这样子就是
有可能小朋友就这样子断送年轻的生命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够。检方调查，其实两兄弟对2月开始就定拄带伤去上课，老师感觉奇怪有翕相记录，不过煞无即时通报，一直到9月囡仔送病机，代志才闭空。社会局表示，4月弟弟也伫病机治疗，9月哥哥送去安置，若是幼儿园真正有延误通报，因会追究责任。那我们会进行查证，然后也会请幼儿园说明。那如果他确实是延迟通报的话，我们会依照儿少法进行裁罚。好，那罚款大概是6000到6万块，看他的情节的状况。进前因为开案件，立法院7月定修法，加重凌迟囡仔刑责，只要扣到囡仔拢是10年起跳的有期徒刑。高雄这件是全国头一件用新法来起诉的，不过也受民众感觉囡仔已经变植物人，敢若求处12年受过轻。记者郭家祖、赵阳高雄采访报道。台北市有一个要80岁的负责人，伊照顾脑性麻痹倒伫病床的后生50年，落尾煞甲伊的后生吸毒死。法官伫咧1审的时阵，甲判刑2年6个月，也毋过也建请总统甲伊撤销。卫福部长也表态支持，也若总统府是回应讲，会继续来强化长照，避免这款的悲剧搁再发生。即马个案也搁在司法庭司，因也袂去插手。北市一位79岁老母亲照顾尻床的53岁后生，112日老母亲确诊新冠肺炎爱隔离，患了无法度搁照顾，最后发生人伦悲剧。医生法官考量伊辛苦照顾50年，心中拢一忝嘛，判刑2年6个月，搁建请总统撤销。卫福部长赵忠良也表态支持。长照是您的责任，请问部长你怎么看这个案子？你支不支持总统特赦？我支持总统特赦。对于这个照顾者的支持，这些替代方案，我们要做得更多。律师分析，大赦甲特赦拢是总统专属的赦免权，大赦是对中国城的特定罪行，无追溯也无执行刑罚。特赦是免刑无免罪。咱国历任总统伫过去有8摆特赦记录，以前总统李登辉任内，特赦比雷岛事件受刑庭特赦人数上侪。司改会指出，过去呼吁爱特赦的对象，主要是从冤枉罪甲。这个被告其实是一个高龄者嘛，那他确实也非常辛苦，所以这个是制度上在操作上，除非你去修法，否则短期间之内就法律就走到这个地方卡住了。司改会讲，司法有业极限，这件照顾者人伦悲剧，更较凸显制度问题。面台指出，根据媒体已经报道的7年来几啊件长照人伦悲剧，当年平均有8件，显示并不是个案。整合医学专科医师邱冠富表示，台湾引进的长照模式，多数在体服务、家访服务，不过资源集中才会当互照顾者休喘。未来要以照顾者为核心来拍拼。真的要再思考到照顾者，我们该怎么照顾他？哦，你今天拨补任何的预算给他都没有用，你没有给他实质的这个照顾体系，他就没有办法办到。针对特赦呼吁总统府回应，深深关注长期照护压力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会继续强化长照支持网络，避免类似悲剧。个案目前伫司法定司中，徛伫尊重司法独立，未介入个案会看司法定司完成了后，再做后续的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有一间米其林指定推荐餐厅，标出食安的议论，有民众找到去食饭了后，隔顿讲是吐骨流，甚至有人发烧。业者就表示讲，已经把相关的食品送验，也有请人进行消毒，听候台北市卫生局的实在化验结果。我们当然不能太主观的去判断说一定是什么原因，可是我们现在多方面去追查，因为其实我们的态度一定是比客人更担心。我们会先盘查说，食物的部分到底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不管是原物料商，我们也跟他们做沟通。卫生局表示，在接到民众和病院的通报，伫咧一间餐厅食饭了后出现吐骨流的情形，就随派人去稽查，有查到伫咧冰箱内面的食材拢无含等等的缺失，要求19进前来解释。嘛有甲食品检体去送验，若是食品中毒，会照违反食安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台南玉井山电里有农民反映讲，这果子园是定定出现山猪，一寡菠萝树啊，佮有金蕉樟拢甲架好长，上无已经有10个园区受害了。而且即阵的山猪是规定来找正真歹应付，目前农业局已经请人去看，也呼吁农民会当来设电网加强防护。
农地内底出现卡叶，斟酌甲看，这卡形头前有较尖，搁另外有圆月形。农民研判是山猪留落来的。但用这山田里的果园，最近传出有山猪走入去偷食甲迫害，有10个园区有这款状况，受害包括芭乐、金蕉等要采收的物件，园区内规个芭乐落甲规死价。农民讲，若山猪食袂着，得规站甲弄派，地处现场乱吵吵，互农民真无奈。芭乐啊，若山猪，金蕉嘛有呢。像迄金蕉种伫遐吼，伊就规个拢甲伊打落来，甲伊夹到喙吼，落落来安尼啊。伊个芭乐虽然包足济，毋过山猪嘛食足济，一个拢食300外斤，毋是安尼尔，还佫有咧，一群讲拢规家伙啊6、7只。这个状况恁遮要哪防范啊？我无法度啊，只好有网啊就围网啊，若有铁片就围铁片啊。经过落局调查，当地山区果园2冬来，山猪有出现6届，北河南西南华顶所在嘛捌出现过。那今年年初，约计传出有7只山猪结冤结党，敢有甲即届同款，也该调查。为着防止这款情形，林业甲自然保育署提供电规班补助，协助农民阻挡野猪入来。落局嘛呼吁农民踊跃申请设置防护设施。减少损失。反映农业局协助提出一些相关办法。另外，也请我们在地的农民会注意本身的安全。那个山猪哈，那我们猎人到现场的时候就不见了。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诱捕笼哈，那如果民众有看到山猪的踪迹的话，可以来通报我。公所指出，已经派人去受损的果园勘查，嘛通报市府，因推测可能是高山欠缺食米，野猪才会落山走找。提醒果农伫偏远的地区做事的，通爱注意自身的安全，希望透过政府甲农民的合作，强化防护甲通报机制，守护农民辛苦种植的成果。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这阵嘛，因为非洲地震，政府是禁止用喷来饲猪，为着要来减少污染，也个响应粪扫减量的政策。中华园林市公所要变预算，按算一户上济要补助5000块，互民众来买化喷机。若补助案若是通过，上紧伫明年初就会当开放，互民众申请。民众家厝内食剩的物件摕来清洁对待，中华园林逐个月大概收到265吨的喷。即阵因为非洲地震暂时送去溪州焚化炉烧，为着减少喷扫量，中华园林市就按算变预算，要来补助民众买油喷处理机。安尼好啊，安尼好过用肥免买啊，韭菜啊，免买遐济啊。食剩无随处理掉，放久嘛是有味啦。若是有迄厨余机，会使随家处理你的，比较不会占空间，嘛较袂臭。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国内一日产生的喷大约有2000多吨，其中有超过60%拢是煮过了后提去饲猪。即阵因为非洲地震，政府禁止用喷饲猪。中华园林市公所表示，为着解决民众油喷的处理问题，响应政府粪扫减量的政策，公所甲市代会有共识，要来试办油喷处理机的补助计划。那处理机因为是可以针对说征收厨余都去做一些去化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园林其实也是在推广智慧城市，希望说有做不一样的一个去化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明年有做那个预算的编列，就是由民众来提出申请，然后来做厨余机经费上面的一个补助这样。园林市公所表示，初步的补助计划按算成半50万的经费，一户会当补助1台油喷处理机，补助金额是40%，上济补助5000块。但是详细补助方案，阁要等市代会审议通过才会确定，上紧会当伫明年初启动补助计划。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南投县的天空步道，因为有真侪人会去佚佗，啊，毋过即马是踩咧翅膀哦，搁再加上风灾造成损害，部分的景点是放咧远，搁互人批评讲是开大钱所起的粪扫。官府就表示讲，目前有伫清点，部分的建筑会拆掉，也是修复。南投县有真侪开大钱起的观光吊桥步道，亲像第三天梯、信义琉璃公之桥等等。其中中寮龙凤水墙空中步道，那条过后画关起来，画已经拍远，有民众认为无使用，不如拆掉，互山林恢复自然。有人认为步道拆掉伤可惜。嘛是该搁起较好的画的时阵，就会使互别所在人拢知影，阮遮搁有啥物物件。真的规划评估以后觉得不适合，那拆掉我也觉得没有关系。那就是未来要新建的一些新的建案、新的一些公共景点，那就要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有学者指出，即马观光趋势是开始重视自然景观，开发愈少愈好，也流行采用生态工法，用这山林原本的面貌。也强调南投即马需要提升交通方便性，毋是直直去人工景点。南投更加需要的是提升交通的便利性，另外增加客运的运输 ，U-Bike 啦、iRent 啦嘛是应该爱赶紧来增加。南投县政府表示，第三天梯因为灾后修复，明年3月会开放。琉璃公之桥已经修理好势，按照年底交予当地协会管理。中寮空中步道会由向公所找医生贴图。县府也有推出7大轴线的旅游那当然也会把这个信义的琉璃光啊、竹山天梯这些都会纳在这个7大旅游轴线里面。南投县政府强调，会继续清点观光设施安全性，协助乡镇公所征收甲转型，也辅导串联周边景点规划小旅行，发展深度旅游，打造永续的观光模式。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台湾甲韩国拢捌受过威权统治，行过民主抗争，所以咱台湾的国家人权博物馆和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合作，来推出民主海报计划的展览，邀请全世界50组正出名的平面设计师，用人权做主题创作100件作品，目前是伫咧国家人权博物馆来展览。自我解说，这幅图是台湾的设计师聂英正画的。伊参加台湾和南韩的民主海报计划，用海报来表达民主的自由言论、性别平等和人权。伊嘛是咱台湾唯一受邀请的设计师。让世界各地看到台湾有释放出这样的讯息，台湾在性别议题上面其实是走得非常前面的。那其实世界各国的每一国在人权的其他议题上面也都有非常多不同的琢磨。那我觉得透过这一点，其实至少 highlight 了台湾在某一个地方走得比较前面。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这届和南韩合作，是因为两个国家过去拢捌受到威权统治，有经过民主抗争的过程。南韩的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表示，希望透过海报来交流，希望未来买当甲展览撒到全世界。因为这正象征着过往国家暴力的遗址在这个民主深化以及这个转型正义工程的推动之下，已然成为展示民主以及这个记忆保存的人权教育基地。 지금 전 세계 민주주의 및 인권의 위기에 대해서 모두가 걱정이 많습니다. 네, 민주주의 포스터 프로젝트는 민주주의의 위기를 걱정하고 이를 극복하기 위한 전 세계인들의 공감과 연대를 이끌어내기 위해서 진행되고 있습니다. 这个展览由全世界50组出名的平面设计师以人权做主题，创作100件作品，伫国家人权博物馆展出。对11月13展到明年4月，也举办人权艺术讲座，以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民主的意涵和价值。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 再去看世界，法国南部爱乐省有一个小镇，有一只鸟是定定去甲厝边的花园乌白吞，因为厝边就甲这个鸟的主人告，法院是判这个主人爱赔人，但新台票4万外，若是违规就会告发。这也造成讲主人唔敢阁互这只鸟乌白走出门，也毋过根据当地法规，有主人的鸟会当伫咧引导1公里来活动。动保团体也批评这个法院的判决是侵犯鸟的天性。 鸟仔乌比是饲主多米尼克的心肝宝贝，伊甲其他的乡村鸟仔同款，爱伫花园内探险，试过偌多数，也毋过因为冰墙到隔壁厝边，几啊摆伫花园隔壁留落脚印白下物，甚至伫棉被放流，去互厝边提告。今日初法院判饲主450块后还赔款，加上800后还的诉讼费，拢总爱付大约代表44000外块的罚金。若搁还每一摆也搁要罚。 后个月个要去法庭，可能面临更较悬的罚款。Je pensais très sincèrement, très naïvement que tout allait s'arrêter, que tout était terminé, mais ça a repris. Et cet été, j'ai reçu des mains d'un huissier, une deuxième assignation au tribunal de Béziers. 为着避免去犯，饲主只好将乌米关伫厝内，连自家的花园拢袂当去，都惊一个无细腻个冰墙，这互乌米真无欢喜。毋若是变大块，也真郁卒。亲像着风判终身监禁。不过法国乡村法规明定，家鸟会当伫住所1公里范围内活动。
真侪人会认为判决侵犯两外权益。Ma crainte, c'est qu'effectivement cette décision de justice, qui est une décision de justice grave, va faire jurisprudence et que tous les propriétaires de chats vont être obligés d'attacher leurs chats pour pas qu'ils aillent chez les voisins. Et donc conclusion, c'est une décision qui doit être absolument annulée. Parce que c'est pas conforme déjà au code rural et c'est pas conforme à l'activité d'un chat qui est normale d'aller chez le voisin et d'aller se promener un petit peu partout autour de son domicile. 厝边也讲，附近本来就有真侪猫仔自由活动，无应该单独针对乌米。这个案最近已经伫法国引起讨论。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日本东京有一间酒馆，在店内的服务人员拢是身材正健康，佮有马术的女性。这间店上界特别的，就是有提供过2杯1的饮料，佮会带大家做伙做运动，也请真侪外国游客做伙来。得到严格电手的举办，规面拢是自信的笑容。这毋是健身房，是东京池袋一间名叫做“群马女子”的酒吧。这间店上大的特色就是服务人员每一个拢是身材健美的女性。由这啊金光芭比带头，现场的气氛是正嗨。人客来店内80分钟的体验，会先予你一杯高2杯饮料。过来店员会表演健美的动作，带人客做伙运动。因店内上受到欢迎的表演就是干那用手接葡萄柚汁。腕が細くて背中が華奢で足が華奢でっていうみたいなタイプの子が、一般的に可愛いって言わ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ここに筋肉女子に来るお客様はもう腕は太い方がいい、足は太い方がいい。这间店的经理任美，一伫高中拍排球的时阵开始做重量训练，汗操练甲正好。不过日本社会传统上是较介意瘦长的身材，所以互同学笑人伤勇，脚伤粗，无法度接受家己的外貌，身材问题互伊正郁卒。でもこれは多分日本の女の子10代でみんな経験してると思います。雑誌を見て、SNS を見て。この人より太い私はダメ。任美讲，伊拄来这间店工作的时阵，发现以前家己感觉见笑的身材，伫遮颠倒受欢迎，所以加真有自信，感觉遮袂互人笑，会当互因安心做家己。原来这间店也互大家改变以前对日本女性的刻板印象。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9度至23度，中部地区20度至27度，南部地区21度至29度，再来东部地区20度至27度。广东地区18度至24度。再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后礼拜再会。